桌顶这一道道新鲜的海味料理，就是公所甲东龙宫共同办理的沙白北门宴的菜色。以北门特产沙白鱼为主料材料，搭配本地特产海鲜，推出丰盛澎湃道菜料理，包含海鲜冷盘、海产羹、鳗鱼米糕、煎鱼柳、三杯三鲜、鱼柳手卷、菜龟蛤蟆、龙胆火锅等10道美味佳肴，而且介绍超优惠，一道只要4000块。结合三寮湾东龙宫李府沉水圣诞平安宴来办这个四木北门宴的这个活动。因为咱三寮湾董事会因拢有一个想法，每一档的平安宴拢是同款的物件，是毋是咱会当来结合咱在地料理，咱的农特产品，互伊入菜，互大家来熟悉咱北门这个所在，所以就伊有因的这个想法，公所甲风管处做伙来斗相共，然后来推出这个四木北门宴。那希望会当透过无同款的方式，互咱大家人会当来了解阮北门的宗教文化、甲北门的农特产品，以及甲北门的观光。在李府千岁的一个加持之下，大家食了平平安安，可以是说来这行行阮这的北门地区的一个特色景点，包括阮的金仔角。还是我们北门游客中心还是水晶教堂，还是讲来采访到我们的地方的产业，还是吃的我们这特别精心规划的这一个特色料理以虱目鱼为主题的料理，可以说是非常的澎湃啦。所以讲欢迎咱各地的好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今年伫4月13，农历4月13号，提早星期六。我们就办一个1000人宴了总共至少应该有100桌那么就是将宗教文化跟地方产业做一个大结合除了我们在地的信徒之外，我们希望对外了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游客也能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宗教那李府公爷。咱的这个灵宴参结合一个嘉南风管处啦甲迄个所有每一单位拢甲民政局、农业局种甲所有记者先生来甲斗提供这个代志。去年的北门宴一推出，马上就报名野满。今年的沙白北门宴是开8道。其中开放40道，予全国各地民众报名。有兴趣的朋友，4月21到4月28期间，会当向公所下询报名资讯。名额有限，卡手就要紧。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